来看中华警方19日鹿港抓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姓陈的车手，查扣24万的现金哦。另外，伫中华河边有一个姓曾的查某人，因为假投资诈骗，被骗140万。警方是伫第4届要交钱的时抓到车手。中华鹿港的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去现场，因确认诈骗车手已经收被害人的现金了后，遂出手抓人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手机。马来西亚人是不是？警方查到手机甲假做理财专员的工作证，被害人予伊的24万现金也互当场查扣。警察随去被害负责人的厝内底，伊也唔知家己已经被骗。你当初有交钱给一个男生，那个是诈骗集团的。哎，警方查出马来西亚籍姓陈嫌犯生地面册印车手的头路，再用员工的名义来台湾。19号警方抓到，伊也是园林警察12月抓到第2名马来西亚车手。根据警政署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外籍人士犯案，敢若是早起就超过2成，有761个人，上侪是香港、马来西亚排第2，这几年阁有增加的趋势。以储值股票投资为由，与被害人相约进行面交，并由假投资专员持工作证与被害人面交取款。另外，河边这个诈骗车手也是甲姓曾的被害人约要见面交钱，互抓到。警方表示，负责人12月开始，因为互网络股票假投资骗去，已经陆续互3摆钱，计共140万。诈骗集团阁销售共拐第4届，陆续面交3次。共遭诈骗新台币140万元。诈骗集团食髓知味，再次联系被害女子约定于日前加码投资新台币100万元。警方甲车手较早起先指防制法定罪嫌3班，也提醒民众爱设置面册指压式的投资广告，也莫乌白装投资 App 操作，较免被骗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